即摆囡仔人手机一直背，做大人也爱小关心一下。这经政署统计发现，讲囡仔人青少年去防诈骗的人数，8年来就增加3倍。这诈骗集团利用这手机游戏，甲因骗钱，甚至爱囡仔翕一寡赤身裸体相片，甚至会吸收这囡仔来做共犯。教育部强调，会继续和经政署合作，加强防治辅导和宣导。专心咧耍手机游戏，爱甲朋友同齐对战休乐期间，不少儿童少年会耍手机游戏消磨时间，也会甲朋友联络感情。也毋过有心人士也会利用手机游戏对李小做钓鱼诈财，严重也个会所谓性剥削。就故意想说你好强哦，你可不可以送我一些东西啊？我那个时候就说，我那个时候就直接把他禁了。如果别人叫我做别的坏事，我就说你怎么不自己去做，要叫我做。小弟特别拄到手游诈骗，我甲在伊情景甲无防骗。根据统计，二小早期案类型以网络拍卖上济，基础是买物件，游戏点数早起。自侵社工发现，二小一无细腻，都较会伫网络上拄到骗讲，加介绍代买游戏点数的骗财诈骗，还是意约式公告诈骗。国中生、高中生的孩子，他们面临到是升学或者是学习上的挫折，那教育的部分也会面临到可能一些人际的问题，我们会吸收这样的孩子，甚至我们有听过就是有直接到门口去堵人的。根据警政署统计，105年防诈骗绩效人数是863人，也无到113年度人数缩缓3倍，其中超过9成9是12到18岁少年，甚至也有绩效为被害人变作车手，加做诈骗共犯。在玩这个网络游戏的时候呢，你本身就是要一个概念哦，这个网络上任何的一个有可能都是在要骗取你的一个个资啊，就是说你那些族群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自我防卫的一个认知啊。对这个情况，审计部制作的总决算审核报告，呼吁教育部等单位运用电影音等方式宣传绩效，防止诈骗。对此，教育部强调，会继续甲警政署合作，加强防治辅导、加宣导，强化绩效反诈意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